另外一个闹热的现场是南港展览馆的宠物展。农委会统计，2017年宠物鸟狗的数量有251万只，产业的规模高达500亿个台票。所以一寡互宠物鸟狗享受的产品嘛愈来愈多。到这个宠物在食冰淇淋，细细鸭肉一盒都要300外块，比咱人在食还阁较贵。这狗仔拢是主人心肝宝贝。宠物展开始啊，这主人带因来体验。即马天气非常热，互狗仔来一盒仔宠物的冰淇淋，看因食啊非常满足。这宠物的冰淇淋拢是用新鲜的水果做的，价数嘛非常贵，一克啊都要349块。根据农委会统计，2017年全国猫仔狗仔都有251万只，比起前2档成长10%。这宠物产业规模高达500亿个台票，嘛互宠物享受的产品愈来愈多。亲像是主打日本技术的马萨吉的按摩，不管是狗仔、猫仔，拢会当来轻松一下，10分钟都要100块。让他们可以比较舒服一点，生活品质可以提升。若有厝内狗仔若较老的，有即种居家的高压养生床。原本伫这宠物美容院，一届是800到1000，包月租放伫厝内，一工计去做2届，一个月租金是18000。我们的组织细胞含氧量得到提升，然后可以让受损的组织细胞得到修复。即马饲主对宠物是比对家己较大方，但是嘛有一寡可怜的狗仔、猫仔被人单调不爱甜。这宠物店嘛有领养的专区，希望这被人放杀的宠物的嘛有机会会当找到领养的家庭。